南韓人氣女團 TWICE 近日喺高雄世運主場館舉辦 This Is For 世界巡迴演唱會，不過成員彩英因為患上血管迷走神經性暈厥，按醫療團隊建議需要休養到年底，確定缺席高雄、香港同埋曼谷嘅場次。對於台灣成員周子瑜而言，今次高雄演唱會意義非凡，因為喺佢出道10年以嚟首次回台演出。演唱會上，子瑜好感動咁對粉絲喊話：我係子瑜，我終於帶我嘅成員一齊嚟到高雄。成員多言喺台上亦表示，終於可以喺子瑜嘅家鄉開演唱會，仲讚子瑜係佢哋嘅驕傲。除咗彩英因病缺席，其餘8位成員抵台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多位成員嘅家人都低調嚟到台灣支持，包括智孝、拿練同埋 Mina 嘅父母。子瑜媽媽接受訪問坦言，個女嘅演藝路真係太唔容易，多謝團員同埋佢哋屋企人長期對子瑜嘅照顧，令佢喺異國都能感受到家庭嘅溫暖。喺演唱會 ，TWICE 唱咗 Fancy、What Is Love 呢啲經典歌，每位成員仲有自己專屬 solo part。子瑜唱咗個人單曲 Dive In， 展現佢獨特嘅魅力。雖然彩英缺席令到粉絲惋惜，但歌迷都好支持佢優先考慮健康。期待明年3月喺台北大巨蛋可以再次以9人完整體齊齊相聚。